观众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荷姆兹海峡真正无平静哦。美军3月初10对伊朗发动攻势，这个规模是开战以来上介大。也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伊朗开始伫咧荷姆兹海峡布水雷，川普就警告啊，警告伊朗水清毒若无效果会真严重。美军中央司令部就看影片，讲3月初10迄天，甲伊朗伫咧荷姆兹海峡的16只布雷船放进去，也美国甲以色列是继续空袭伊朗的境内。上新的消息指出，讲伊朗新任的国防部长甲革命卫队新任的指挥官，这2个伊朗的高层拢已经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初10伫社群平台 X 发布影片，表示迄天伫荷姆兹海峡的附近摧毁16只伊朗的布雷舰艇。画面显示讲，这船只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伫海上，有的是还未出发，但拢互飞弹精准拍着消灭。之前有媒体报道，讲伊朗已经开始伫荷姆兹海峡布水雷。川普警告伊朗必须要随来清除，而且就产确保这条关系到全球2成石油天然气输送的管道是通的。Today will be yet again our most intense day of strikes inside Iran. The most fighters, the most bombers, the most strikes. The last 24 hours have seen Iran fire the lowest number of missiles they've been capable of firing. 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讲，初10是美军这波行动内面攻势上猛的一天，打击和侦报拢比较早搁较精确，嘛批评伊朗政权犯重大错误。在冲突的初期，就冲锋去攻击斯库利亚的国家，反映出因的造心和绝望。以色列嘛持续加强攻势，在伊朗摧毁导弹和无人机发射装置和恐怖分子的据点。另外，空袭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伊朗是持续对斯库利亚的国家发动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目标是包括巴林、伊拉克、阿联和卡达的美军基地设施。荷姆兹海峡嘛有3只商船防攻击。伊朗表示讲，海上石油的封锁会持续到攻击结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拉尼贾尼是透过社群警告讲，荷姆兹海峡若是变作所有的人和平和欢迎的海峡，就是变作爱战者失败和痛苦的海峡。سردار ناینی با تاکید بر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ایران اجازه صادرات 1 لیتر نفت از منطقه را تا اطلاع ثانوی به طرف متخاصم و شرکایش نمیدهد گفت چرا به مردم آمریکا حقیقت را نمیگویید که همه 美国和以色列正向的攻势，嘛锁定伊朗高阶军事领导站和海军战略。有消息指出讲，无久之前，伊朗新任的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米疑似已经伫空袭内面死亡。伊朗革命卫队圣城部队新任的指挥官达乌德·阿里扎德嘛传出伫德黑兰已经轰弹死。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看到中东的局势非常紧张，也这是影响到国际油价，嘛一桶是要到120块美金。市场就表示讲哦，战争若是拖到后个月，一桶可能会上到150块美金。这个物价，这个经济恐惊会受到大冲击。也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讲国际能源署要开会考虑讲哦，甲手头1亿8200万桶以上的油摕出来。目的就是要稳定油价。美国以色列攻击伊朗，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初10个传出革命卫队设水雷，要伫这条能源运输要道设一条死亡风线。产油量占世界第一的美国，汽油价社为1个月前每加仑2.92美金，起到3.5美金；柴油为3.66美金，起到4.78美金。油价起，物价起，通膨嘛对立起，川普的施政满意度甲共和党的支持率拢落落来。白宫发言人李维德初10表示，这阵油价大起只是暂时的现象。佮讲，美国海军已经准备伫必要的时阵，护航中东地区的油轮，通确保原油运输安全。Once the 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of Operation Epic Fury are fully achieved, Americans will see oil and gas prices drop rapidly, potentially even lower than they were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operation. 美国《华尔街日报》将压到的消息，讲合作为着稳定油价，国际能源署 IEA 32个成员国在伊开会决定，是毋是要释出手头的战略度油。提议的规模超过2022年俄乌战争开战了后，分2届释出的1亿8200万桶原油。这个计划若定案，就是历史上国一届上大规模释出杜比石油。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去年以购买路西亚石油的理由，
对印度处罚加征收关税到50%。双方今年2月达成签确协议，美方降低关税到18%，讲话印度答应无要买罗西亚石油。较无1个月时间，就因为中东战争石油正严，川普就予印度30天豁免，会当重新购买罗西亚石油。美国财长贝辛德表示，无排除进一步解除更较侪对罗西亚石油强硬的制裁。欧盟内部较亲罗西亚的匈牙利总理奥班伊切告嘛讲，已经写批予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要求重新审议并暂停对罗西亚石油的制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民众党立委李正秀以中国籍的争议也搁咧继续加，立法院长韩国瑜针对李正秀以立委的身份认定，下晡时调集党团协商。不过调查是无达成共识，也韩国瑜就表示讲，伫咧代志查清楚进前，伫咧司法判决进前，尊重李正秀以立委的身份甲职权。民进党立委李正秀是陷入国籍和户籍的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日针对李正秀立委身份的认定，召开党团协商。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讲，照国籍法的规定，目前无收到李正秀提出放弃其他国籍的证明。立委会主委邱水正表示，李正秀登记参选的时阵，身份转换程序还未完成，政府照法律认定伊无符合相关参选资格。中国大陆人民不具中华民国国籍，非属中华民国国民，自不享有或负担中华民国国民的权利义务。如果参选人登记时，如果具有中国大陆人民身份，他台湾人民的身份就会有争议。不过，知影是大力挺李正秀，那也认为讲李正秀已经经过中选会审核通过，而且完成宣誓，参政权应该受到保障。并且是强调李正秀注销中国的户籍，文件经过下机会认定符合转换身份的定数，麻烦问到问中国配偶成功放弃中国籍的。他什么时候取得了身份证，就什么时候具有所谓的公民权，就具有参政权。蔡英文总统执政的时候，从来没有问题，也没有这个争议。来到现在赖清德总统执政的时候，陆配的参政权变成了一个争议。看到调查协商已经1点钟嘛是无共识，韩国瑜做出裁示。相关事实查明之前，以及司法最终判决之前，有鉴于李珍秀委员既完成就职宣誓，其立法委员身份及职权行使应该予以尊重。外界关注李正秀刷落来，敢会当顺利执行？因为行政院长杜英台下令，伫立委合格资格还未确认之前，各部会未提供任何资料。我会不会担心之后职权会不会受影响？啊，不担心，不担心，谢谢。对官员若无爱接受李正秀的质询，爱安怎化解激气的局面？南委就先上做内政委员会调委，表态讲会保障李正秀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今日正式提名嘉义市、宜兰县甲新北市的首长参选人，分别是交医师洪秀良、立委吴宗宪甲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落去选。也那边两边因的合作的进度到倒位？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讲，会透过3阶段来整合，也这礼拜六会甲国民党召开关键发布会。国民党胜利！手牵起来大声发动选，国民党在于完成3县市的首长参选人提名作业，正式定调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竞选新北，立委吴宗宪参选宜兰，医师洪秀良投入嘉义市的选战。3个地方今天提名的都是本来国民党执政的地方，我们绝对不会伤靠谁、伤骄傲，我们永远谦卑、谦卑再谦卑。按国目前3县市拢有台南北整合，民众党伫嘉义市派前立委张启凯，由创党主席郭文铁担任竞选总干事。宜兰县民众党嘛定调党部主委陈婉慧来选，民进党派宜兰县内之议会理事长林国忠。新北黄国昌甚至捌讲，若是那被合由李树川来选，伊家有可能加入伊的团队。我尊重我们党部的协调。那原则上，我想蓝白如果假设这个理念是相同的，当然一定是可以作为团队的一份子。期待这一次的选举能以市政与民生为本，
进行一场理性正向的君子之争。民众党表示，会透过3阶段整合，分别是提出共同政见、签署政党合作协议，也甲初上安怎推出上强的团队。14嘛，一定甲国民党召开共同愿景发布会，内容包含社会福利、居住正义、环境影响，包括 AI 产业治理。连赢伫新北市条件之下是化工新北爱换人。每一个候选人当然都有自己的节奏呀，他也有自己的策略，甚至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我跟其他候选人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我是一个最早准备好、最早提出政见，那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已经500多天了。苏卡辉讲，家己是唯一10年拢伫新北拍拼的参选人，嘛表示会透过翻新计划，互新北每一个所在讲会出家己的特色发展，袂阁是台北的话星。记者采访报道。来讲，有民众为着要求因妈妈身体健康，就去买鱼仔到这个新北碧潭来放生，也一个放生的相片搭伫咧网络顶头，刷去互民众检举。新北市动保处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最后是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罚3万。这里是碧潭后方的渡船头，后面就是一片开放的水域。不过呢，有民众呢带着金鱼来到这边放生，说是为了妈妈的身体健康来祈福。不过这样的举动却违反了动保法，遭到开罚3万元。讲有人来这里放生，你敢有看到？问尊主伊摇头讲无看过，不过迄个民众甲放生的相片放去咧社群媒体，互其他的人通报动保处，讲有人放生外来种的金鱼。当事人的答文嘛显示讲，已经是第7摆来放生，鱼是朱文颖。动保处随通知当事人到案来说明，若要认定伊的行为是违法的。虽然当事人表示是出自于孝心为母亲祈福，但实际放生属于伤害动物的行为，依照动保法，弃养动物将处3万元罚款。朱文颖是李科属吉巴鱼，是金鱼的一种，原产地伫中国，生产力真强，定拢起来做其他鱼类的饲料。伫水族馆，伊是用称几斤几两安尼来卖。店员讲，民众若是要来放生的，大多数拢袂讲。动保团体呼吁讲，合法的放生是需要向地方政府申请，含通过审查。我们才能够避免掉把物种放在错误的地方，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物种身上它会有什么样的细菌。那另外一个就是基因的这些污染，民众不要再去迷信说放生其实可以所谓的延长益寿。动保处指出，这朱文颖是外来种19个金鱼，若是无适应湖的环境，有可能会死亡；但若是颠倒病，若是环境适合，伊就有可能会大量生碳，去排斥到原生生物，破坏生态系统。动团呼吁讲，要安尼家己放生，不如把钱捐予做保育，还是救援动植物的单位，搁较会当做到保育。记者综合报道。3.1大地震规模高，是日本所发生上大的地震，也大地震引起大海啸，损断福岛核电厂。也3.1大地震是造成超过15000人死亡，至今也有2500多人也找无。今仔日满15天。日本首相搁起早暝去到福岛参加纪念仪式，宣布要设立防灾厅来应对自然灾害。表情严肃，献上白色的菊花表哀悼。日本3.1大地震满15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福岛县的纪念仪式，对念伫地震受难的15901人。高市讲，受灾地区当咧稳定复兴。伊讲要设防灾厅，互日本做防灾国家。東日本大震災における経験を生かし、今後切迫する大規模資源災害に対し、徹底した事前防災の推進や発災時から復旧復興までの一貫した災害対応の司令塔となる。高市强调讲，政府持续推动福岛第一核电厂安全第一，积极完成2051年进前完成废炉的目标，协助希望回乡的民众重建家园。照官方的统计，日本有26281人夭折伫避難的状態。廃炉に向けた取り組みは一歩一歩確実に前進をしています。不過最近日本國內要求核電停放的意見漸漸增加，目前會當運轉的33座反應爐已經有15座恢復運作。同時陣，日本紅十字會最新的調查顯示，1200個受訪者，62.5%人講3.1地震影響因的人生，35%的人講記憶強要袂記的。
日台交流协会和在台日本人举办纪念活動，搁一擺感謝當年對日本提供援助的台灣。日本と台湾との間に育まれた心と心の絆を今後もさらに深めていきたいと願っております。總統賴清德嘛特別選擇當年日本事發的時間下晡2:46分，用日本法文表示講，台灣、日本攏會佇對方拄到挑戰的時陣，伸手鬥相共，互信互助，希望未來會繼續深化雙邊的合作，繼續做重要的友伴。記者綜合報道。也根據日本政府推估，講以東京為主的首都圈，未來30天內發生大地震的幾率有到70%，可能會造成上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有路無厝。市區綜合商辦大樓到第311即天今仔日來舉行演習，要提懸民眾的防災意識。海個遮厲害，互大家一直休，就算甲家久掠條嘛徛袂在。民眾伫地動的體驗車頂懸感受震度6以上的感覺，攏講足驚的。思ったより揺れが大きくてびっくりしました。在311大地震15周年这一天，日本东京都舉辦了這一場演習，讓民眾記起教訓，隨時做好防災準備。除了地動的體驗車，閣有教 CPR 和 AED 的使用。黃色的布棚是模擬火災發生的時陣煙蓬蓬的狀況。另外，上應當注意的是這台結合 VR 影像和下海的椅仔的地動體驗車。VR だったり最新の技術使ってると思うので、実際のここに近いことを経験できるので、すごいいい経験ではあるかなと。なかなか大きな地震って自ら体験する機会ってほぼない。人生で本当に1回か2回あるかないか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けれども、こちらの VR 乗っていただきますと、それを疑似体験できるという。這場在複合式商辦大樓的防災演練，請差不多1400個員工和4個的居民來參加，並且是培養防災意識。尤其首都圈的人口是超過3600萬，地底下所有真濟危機。この30年間 70% の確率で首都直下地震が起こ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場合はさらに大きな被害が予測され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ういった大きな被害でも実際皆様がきちっと動ける、そういった状況をこの訓練で作っていきたいなと。祖父母の家が宮城県だったので、津波で全て流されてしまって、なかなか連絡が取れなくって不安な日々を過ごしたのが今でもよく覚えています。自分の防災意識っていうのを振り返る機会になるかなと思うので、すごくできてよかったと思う。根據日本政府的試算，若是發生首都地下型的地震，恐計造成18000人罹難，閣有高達840萬人，可能變作無法度返去厝的歸體難民。面對大都會防災的難題，這棟大樓閣設置備用電力、水源和儲備物資，讓民眾至少會當避難3天。對各項嚴格訓練和居民管道參與，會當看出311慘痛的教訓，已經變作日本人強化防災的動力。公司國際記者是駐日本東京報道。來講烏克蘭敖德薩這個所在，因為戰略地位真重要，甲羅西亞戰爭拍死當外是一直受到攻擊，造成濟濟人傷亡。也為着要找出傷者，要找出遺體，當地的搜救犬伊的大頭是加震動。爆炸聲閣加大火燒建築材料的聲，閣有消防甲救援人員嬉戲叫的聲，互空襲了後的現場閣較亂。這是烏克蘭西南部瓦近烏海的港口城市敖德薩，佇羅西亞完全掌口馬里波了後，敖德薩就變作烏克蘭唯一重要的出海口，也甲對外貿易的海運中心，當然也是烏克蘭存落來的海軍基地。所以2022年羅俄戰爭發生以來，敖德薩就拄到真濟解空襲，除了消防隊員無用拍火。若要佇脆糊糊的建物內底找找罹難者遺體，也是可能的生還者，這攏愛靠搜救犬協助救援人員。在地兩個訓犬師維塔利亞甲哈里娜趁這個機會發揮專長，訓練救援隊需要的搜救犬。С нуля, когда приходит там собака 3, 4, 5 лет, о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се эти годы лежала на диване, а мы хотим сделать ее сразу поисковой собакой, это очень сложно. 伫兩人負責的訓練場內，目前有18隻來源無共的狗仔，其中部分已經有參加過搜救任務。Оно, в принципе, всегда тяжко, но вот неизгладимые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стали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огда, по-моему, 6 тел тогда нашли. Вот, очень это было больно.
每一届搜救任务现场，拢亲像安尼充满紧张甲不安的气氛，更加爆炸甲烧起来插片的味，对人甲狗仔拢是不只大的身心负担。Они очень устают. Видно, вот даже когда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на завал, вот поработают немножко, они устают. У них тоже, они чувствуют этот адреналин, чувствуют напряжени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оно все витает в воздухе. 除了空袭现场的搜救以外，边境守备部队等军警单位，也是一般民众，拢需要训练过的狗仔来协助维护安全，互这个小小的训练场地无用试试。公司新闻请家人编译。德国南部有一座城市，17派居民拢是外国人。市政府就专工找 AI 研发公司合作，做一个 AI 市长，伫咧官方网站用28种语言、24点钟来回答居民的问题，协助居民处理因伫生活当中拄到的困难。Hello, I am your digital citizen guide and I'm availabl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Bonjour, je suis votre guide citoyen numérique et je suis à votre disposition pour répondre à vos questions. 连伊讲英语，连伊讲法语，荧幕中规袍白头衫、穿一束西米露的查甫人，是法兰克福南平的布迪尼碧云区的市长梅克尼的分身。市府用伊的外形做基础，开发出 AI 市长，会当用各种语言回答市民各种问题。Ich kann Ihnen Informationen zur Gemeinde Büttelborn geben, Fragen zu Verwaltungsleistungen beantworten und bei Themen wie Sozialleistungen, Behördengängen oder Angeboten der Jugendförderung helfen. Sie können mit mir sprechen oder schreiben. Ich antworte hauptsächlich per Audio. 布迪尼碧云区人口大概15000人，其中17%拢是外国人。为了协助民众解决各种生活问题，市政府和 AI 人工智慧研发公司普特结合心有限公司合作，做出包括形象、甲声音、甲市长完全相像的 AI 虚拟市长。另外 ，AI 市长会当用包括英语、法语、德语，甚至是中语等28种无同的语言，24点钟回应市民各种市政的问题，互民众唔免为了政策的问题伫电话中等待，也是需要长时间用电子批来去去。这个 AI 市长的形象，连市长本人都讲赞。Ich würde schon sagen, dass er dem Original sehr nahe kommt. Ja, ab und zu ist die Sprache ein bisschen abgehackt, aber sagen wir von den Bewegungen.von der Sprache erkenne ich mich schon wieder, außer dass er kein Hessisch kann. 研发 AI 市长的企业表示讲，这个 AI 市长未要求民众提供任何个人资讯，嘛未收集民众的个资，符合德国政府对一般资料保护规范的要求，所以市民会当放心使用，来大大提升市府回应市民的效率。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